洒的世界，无人袂懂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该秋天天春的西路，紧行紧冲过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紧往西日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永远你的歌。袂唔记得路，袂唔记得路，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，行呀行，多。郭老师，我叔叔请你吃饭的事是真的吗？对不起，我劝不动他。我真的尽力了。林议员对我有养育之恩，他就像我的父亲一样，我不能忤逆他。对不起。不是你的错，你用不着感到愧疚。其实我很清楚你的为难，我想你之前面对我就一直背负着很多压力吧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林先生也告诉我，当初是你跟林志宏恳求他让我成为美术班导师的，对不对？虽然我很不喜欢这样，可是还是得谢谢你们。要不是你们，我想我可能早就失去了这份工作，更别说是当美术班的老师了。这甚至让我重拾了画笔。我希望你能告诉林先生，他这份恩情，我会一直放在心上。只要有机会，我就会回报他。可是不是要我违背自己的良心去答应他的请求。郭老师，要你夹在我们之间左右为难，是我最不忍心的事情。坦白说，我根本就不想这样做。我曾经告诉过你，该中意你。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，一直到现在，都没有改变过。虽然我很希望大家相处得很愉快，甚至我想要讨好你的叔叔，让我能够顺利的追求你，可是我做不到。我没有办法因为自己的私欲去对不起郭阿明。虽然我只是一个代课老师，也许在孩子的未来，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片段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违背自己的良心。谢谢你跟我说这么多真心话，你不用跟我说抱歉。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好老师，哪怕只是代课几个月的好老师。你在我心里真的是为人师表好典范，真的很谢谢你喜欢我，能被你欣赏，真的很欣慰。
教授曾经告诉过我说，我画画没有感情，我一点都不晓得原因在哪里。可是像你让我知道什么叫真情流露，我一拿起笔，就没有办法停止勾勒你的轮廓。也许这就是感情吧。苗老师，我们真的没有机会吗？我们不会有机会的。晓得安样想是真好，人生咩？身体要健康，身体也无健康啊，我慢慢该读呢啊！鸟啊，唔敢来啊！哦，爱弟，唔晓得你讲讲，爱唔可以同接受医生来啊？放心啦，爱综合安排好势哩。一个医院的院长啊，同我是好朋友。原来吼，唔管检查出来迄么个病症，其实都会负责同伊好，哈，也吼，你就放心啦，哈。沈梦怡啊，唔是客气啦，怎样讲哦，啊？我都唔相信我讲的话唔通唔信，前途啊去做通的事的啦，哦。阿咪，我按叫都还蛮公布啊。公布诶，我老师就会老人讲啊，你唔是明白都来看啊。哎呀，我总想爱好叫都会滴嘛。阿咪，你用的呢？你听我东西呢？寒心啊，你看先生食药诶都还蛮好，看来真叫去检查上做的，还平真去困。冇愛啦，係想去等啊。當中結婚嘅時間又係蠻多，每天等下就會用嚟搭廣告嘅啊。做唔得啦，你莫思想出去困，我平真去等下我再過來看，有消息我就會老人講。马老师，你有没有看到徐主任啊？你找徐主任干嘛？现在都已经放学了，他选手名单还不公布，我问个清楚。别找了，他已经先走了。走了。李演啊，你我给他香菇的哦，有等一件事哦。较细上头的啦，你是讲人家汤唔多系嘛？哦。可是拄好家来身体无好，需要前去医院检查。哎呀，你想来想去哦，按样的方式真好，条件交换，对佢也好，对我也好啊。李爷啊，那个头呢哦，色彩又好啊，哎呀哦，那看冇麻烦啊。哎呦，你都唔知哦，其实郭老师哦，当年啊编来公布名单啊，我都唔知哦，佢样应付起真好啦。其实哦，个师傅啱好，样个佢都唔通啊。哦，我同讲啦，我摆落骗人哦，不如摆落这个较样啦，唔是个？香港嘅先生哦，佢敢反对啊件事情来讲，我怎个想培养办法哦来对付佢啊？迄样哦，我听讲你就公布名单咯。
我相信古杀强啊，要同家来讲啦。这玩意可以咯，外来来参加比赛，想各个先生应该无法讲清楚。阿敏，你用了9岁发成超人猫啦，你唔好都发啦。有冇嘅關係啊？我老師講，我發非常順利啦。我希望啊，9歲啊，都得變成超人啊！參馬9歲啊，都得啊，一邊啊就飛到世界嘅各地去哦。咻咻。哦，迄按用亂發，評判可能會分到哦。只要我老師講好啊，評判真唔會分到誒。公布研究都還蠻出來嘅，比賽經驗嘅已經會做。阿明啊，有個很冇事哦，來，食藥啊，來啊。阿明啊，聽講已經報告吼，老先生搶3億加啦。怎麼搞要搶架啊？我老阿明哦，請到一個好先生，做啲老記做全身檢查。檢查啊，需要一系列時間啦。3億卡是唔拉吼，到時啊，怎個加搶經驗咯？跟我去醫院檢查，比賽用吧。你就放棄啊！就算郭先生吼不願參加，你也莫去啦。身體哦較重要。啊，我這個感冒天天啊，怎麼叫我去醫院檢查，就做唔得比賽？錯甲阿爸，你就不去看先生，要做啲畫圖啊？做唔得，我講做唔得就做唔得啦。阿明嘅身體哦無舒爽啦，要好好歇困，唔好痛痛。我唔會掂啦，做啲畫圖，我就唔會掂啦。阿爸，假使講醫生就做唔得畫圖，梗係冇去講醫生啦。阿明啊，我燙髮嘛。我冇啦。阿明，參妹啊，你欠髮去啊？我冇啦。你講乜嘅啊？阿爸，伊明明就佇阿明做伊畫圖，假使伊做啲畫圖，伊聽會當歡喜啊。唔就不去看先生，要做啲參加比賽。假使唔要擔心伊，我一定會親自照顧伊，向伊學使用嘅啊。你哋會做法嚟欺我啦嚇！我講嘅法，你都唔聽哦！你講唔聽法，我答應啦！阿爸，我不記得，唔過我冇嚟參加比賽啊！阿爸，唔要當就當嘅啦，拜託唔去參加比賽好冇？我對我讓我開心啦！好啦，唔是講啦，參妹啊，聽講伊哦，老郭先生講，我冇一本阿面參加比賽啦，嚇！阿爸，我冇啦。哦，你冇愛啊？來去！阿爸，我嚟參加比賽啦！阿爸，你放棄比賽好唔好？阿爸，我叫你放棄啦！阿爸，我叫你啦！阿爸，我參加比賽啦！阿爸，我講做唔得就做唔得，你都冇去哦，冇要緊啦。聽講伊哦，我7+2啦。阿明，你唔好叫嚟好，唔愛用傷心，阿姊也當艱苦呢。阿姊，你同阿爸講啦，要我參加比賽啦，阿姊，我畫圖啦。好啦，我聽講伊就同阿爸講，你唔好叫嚟好，你身體唔好，先做醫去困。
阿姊，师傅，有事。用班哦，你哪会讲嘛该？你娘的喏，想讲嘛该出讲啊？阿姊，讲啊！就迄个，哎呦，阿凡，原来你听啊？你前面记住吗？啊？无啦。哎呦，无做嘛就较做落去衰么？最近唔要讲嘛个心情唔好哎。哎，爸爸同讲，听过伊啦，较做落去下教，保证唔听过以后，当然就会当欢喜，你话啊？好啦，囡若是稀水咧，阿姊稀水咧。好啦，爸爸稀水咧。好。阿叔，等一下。阿叔，香港的游龙王阿姨请假啊？阿叔，你和郭老师怪名单，按娘娘会错，你娘会做得按娘做呢？你唔限同我天数，我只系上班吧？阿用讲我唔错嘅啊？当初是要拜托我同高中讲先，也唔强要。计无强用，计是郭老师迄因为爱本人有非，爱怎要拜托你老告这种共情？土地强用啦，我冇同讲咁多啦。跟我拜托香港嘅香港唔同我天数，等于无效啊！我即刻想办法。唔听我伊黑教啊，公果难看就会迟啦。阿叔，喏啊，你用嘛该方法？哎，唔是讲咁多啦。主任，郭老师怎么样？找我有事吗？我的选手名单怎么还不公布呢？哦，我已经交给校长了，校长他还要批准。可是校长这几天不是在开那个什么研习会吗？哪有时间批准呢？难道我不能传真给他吗？啊？哎，是不是我要做什么事情都要跟你报告啊？啊？看你的样子，好像不相信我讲的话。主任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只是现在时间很紧迫。你如果再不公布，我怕会没有时间可以训练选手。这还要你讲吗？不用你催我，我自己知道。主任，爸，为什么不要让你参加比赛？唔知诶，记者讲我身体唔好。那怎么办？你真的要跟老师说吗？不要讲啦，哎，你跟你姐都不要讲，你就偷偷去比赛，你爸也不知道啊。无用嘅啦，我爸讲，叫伊即个老先生讲啊。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我无想要看医生，我想要闭水，我想要闭水啦。郭老师，古先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些事情想跟老师说。古先，请坐。
好，谢谢。您专程跑来找我，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我，还不是为了阿明的事情，就美术比赛的事情啊。好，顾先生，不好意思啊，其实我的这个名单呢早就送交出去了，可是我们主任说还需要经过校长的审核，我不知道事情会变得这么繁琐，真的很抱歉。过了这么多天还没有下文，其实我自己心里也很急。不过，古先生，请您放心，我很确定古阿明就是4年级的代表选手。我之所以没有在孩子们面前这么说，我只是希望其他小朋友不要误以为我对古阿明特别的偏爱。老师，我来就是要跟您说，古阿明要弃权。为什么？阿明他身体不好，需要去大医院检查。我不想让孩子这么累啊，我希望他好好的养病。古先生，我是不会让孩子们过度操劳的。如果医生有任何嘱咐的话，我一定会尽全力的配合，我会把古阿明照顾好的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不会改变了。老师，就这样了。不过我还是要谢谢老师对我们家阿明的赏识，神龙你。古先生，是不是那个林长寿给你压力？是这样对不对？我需要孩子的健康，他也想让他的儿子开心啊。我们各取所需，不是你说的什么压力啊。对不起啊，告辞了。顾先生，你怎么刚来嘞？那请顾先生啊，有点事情啊。哦，错啊，看伊还冇小心，老爷叔讲啊，伊老系天数做没有那个事情，叫骂你嘛。冇啦，你茶面卖得真好，佢也真开心啊。听讲最近生意唔会唔好，咁系真件呢？真件啊！哦，还有人啊，对高雄打电话来添茶呢，我真件吓到咧。唔但去高雄啊，全市各地啊，都有人打电话来添茶呢。冇想到哦，天路暗好用诶。林先生啊，是问你天数哈？徐主任，贴公告。哎，是啊是啊，怎么样？你要贴的那个是什么公告？可不可以借我看一下？哎，这个你先去上课嘛啊！我贴好，等你下课你不就看到了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你这个什么？你们先把这些东西放到器材室去，快！郭老师，你这什么意思？这不是我开的名单呢，我名单上不是这样写的哦。这个是校长决定的，校长总有权利更改吧？就算是他要更改，应该先知会我一声嘛，这是最起码的尊重哎。如果他不信任我，当初为什么要我接美术选手班呢？郭老师，冷静一点嘛，有话好说啊。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好好说了啦。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表明过多少次我的立场，你们听不进去嘛？一开始找我关说，发现我不妥协之后，你们就百般刁难。现在呢，你们去找古家让他们自动弃权。我们是教育人员哎，你们这样做跟知法犯法有什么差别？我为你们感到羞耻啊！顾先生，真件要种师妹，阿叔要喊你去劝。哎呦，这么简单的事情，好像讲到我们很卑鄙似的。哎，拜托你不要那么小题大做好不好？我小题大做。如果这件事情这么简单的话，你们为什么要硬挤掉古阿明呢？
是因为他们家比较穷吗？还是因为他们家没有社会地位？原来选手的评定标准就是学生的家庭背景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可拜托你不要再这么啰嗦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嘿，郭老师，你敢死我的名单！我告诉你，下雨你绝对拿不到这个老师评书。无所谓。郭老师，郭先生，唔来报告请郭老师，厝的爱老记讲去见个事情没？迄阿叔爸你迄么？古说你张爱本之凤，地不神参加比赛跟领先。顾先生，顾先生，林老师啊，你就不要管他了，管他来帮我剪名单啦。快呀！我主任呢？我这讲话都没有人要听哦，啊！国民，他在厕所啊，干嘛？周大山。刚才我听到高年级的同学讲说，徐主任和郭老师吵架，为什么吵架？好像是因为美术比赛的事情。徐主任希望林志宏去参加比赛，郭老师很生气。啊，那国民就不能参加比赛了吗？他很想参加他好可怜哦。国民。阿敏，你听讲郭老师那个不止一年噶，阿爸同参加游轮呢。我第二一比赛跟你，是林志宏啊。阿敏，阿姐，做乜咁樣樣咯？先生講，係危嘅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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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郭先生了在我的，迄安用知识爱不卡，俺用的做的味道了滴的钱，实体生意是二发图，老先生的希望，不过生意的健康也很轻重要啊。老姑，你的了没有？俺蛮难的请你。马开斯啊，太师啊，头下吼有几查协会认落咧，讲你通过转型器检验标准，你的茶吼得到有机茶认证的标章诶。真紧啊！因为啦，嘛个意思呢？俺想清楚咧，生意慎重哦，只有一败，俺无想要帮伊失望啦。歹势哦，这下钱哦，俺做唔得输啦。阿明医药费哦，俺会想办法啦。先生的部分，俺自家会去请啦。唔是俺天数都超啦。你还没感谢头家对俺的天数啦。俺用做好，头家会无欢喜啦。不过吼，俺已经量到有机茶认证，还有用龙老的天数卖啊。俺相信哦，俺的茶叶做得卖到以后啦，头家也做得老出上提高。俺会好好做。报答头家对俺很多年的照顾，任何事情都做唔好诶，我香港大帮唔易喎。我老实同讲啦，钱爱当多，一收好钱啊，我用我有多看咯，我看嘛看点嘛，看我拉的前途啦。歹势啦，你都会做阿爸的人，你希望养来的欢喜，俺嘛穷样啊，将心比心，我按样做。干会唔错，走啦，冇玩做啦，走。
奇怪呢，今要拄到几个款呢？嘛该事情都判唔得好势。喂，徐主任，阿明有喊无？阿明啊，我参加比赛又唔会按样，电话冇精神啦。哎呦，我期待按久咧，做乜嘅阿爸，我可唔帮我参加啦。连公布人上都冇我嘅名诶。公布都还冇出来，冇还有人乱讲，你唔好相信佢叫人讲嘅，我要相信郭老师，佢唔系讲过，唔系最后嘅人选啊。哎，参谋呀，阿明。参谋，嗨，参谋，阿明啊，哎，你用啥很用的呢？迄名队伍无通到哦。阿爸，唔叫本意去请郭老师吼。无唔错啊，还根本啊请过去啊，来了哈，还没去请去的。阿爸，你唔好再去请郭老师的啦。我爱去，你用啥过来啊？我冇爱啦。无爱哦，等一下，唔好后悔哦。阿爸要去请郭老师做乜解啊？唔知呢，有人听过去看看那好嘞。我没有听错吧，古先生？你真的决定不弃权了吗？郭老师啊，我中午跟你说的那些话，都是因为天气太热，我头昏了，我才会胡说八道。你千万不要听进去哦。乱讲！你昨天晚上就说过啦。老师，我弟弟乱讲的，你不要理他啦。阿明，你不要乱讲话啦，等一下爸爸生气，你就糟糕了。大人讲话，不要在这里吵，去外面等。古先生，我真的很高兴，你并没有因为受到权力的胁迫而逼退，谢谢你。郭老师，我也是被你感动的。要我受林上受的摆布，我心里也是不甘愿的。要不是迫不得已啊，谁愿意看见自己的孩子成天哭丧着脸？是。那现在您的问题都解决了吗？解决了，我的有机茶通过检验了，以后我们家的日子啊会比较好过。郭老师，这回我们家阿明啊，就真的要麻烦你了。他要是画不好，或者是偷懒了，您尽管修理他，好不好？老师，哦，拜托你了。不会不会。夜刚刚秀才郎，去拍马过莲塘，莲塘杯种韭菜，韭菜花。用啥烧嘛个啊？阿爸，唔错唔错嘅啦。唔好想行好丑。古话咩？阿爸，什么你？阿爸，什么你？你用啥就按台嘞？还奶嘛个啊？阿爸根本要当欢喜啦，你去我背哦，好好说一传，好嘛？好，阿姐，等我呢。哎，等一下。你对我讲话会从你讲讲这样做对咯？冇问题。好，好。夜刚刚秀才郎，夜刚刚秀。唔系啦，夜刚刚秀才郎，夜刚刚秀才郎，去拍马过莲塘。搿只香菇犯罪了。搿只表示吼，多带在想那个东西啊，做啥客厅哦，反反复复嘛。行到叫时运啦，还就奇怪嘞哈，因为有机茶验证那样是下来，偏偏拖个时间下来，这香菇的啊，以后都其他人都发财哦。哎，
爱讲的话，无当我一回事哦。哎哦，有警察那就认真哦。哎，价钱哦，要3几条按过哦。哦，意思哈，就算哦那就认真啦，慢慢哦一下哈都会发财。其实香菇哎哦，太天真了。样板哦，那吃起来健康啊，开玩笑呢。随在去啦，伊咁得上来哦，唔准看人样的修理机。你晓得样的修理机咯？唔是差蛮多啦。哎，你答公哥的事情答不了去啊？那想要答公哥的啦，偏偏你拄到给他过云天啦，老也想错了。将我带公哥哦，恰咱钱。因为佢，哎，多大其实都是没嘛东西咯。那也轻松好紧啊，一个事情哦，那也包唔起咧。那你讲这个香菇的吼，老高中讲明清楚，那都惨咧。本来呀就会受苦事情，俺唔知无去拜托只教授，拜托又咪冇事啦。俺可能俺要亲身出马，喊教授买俺个面子当我。也都好办咧。总我呀，你一通天发哦，听讲你哦，我呢种事情哦，办都好咧。阿伯，阿爸，你莫开门。哎，俺迄伢爸爸呢？你们伢健康做敲门咯哎，像我同呀？真冇咧，出事咧，要医生去喎。哦，阿爸爸吼，我皮下可以吃饭啊，明日我要我穿钱，不去读书咯。你阿来呢？迄我心肝宝贝啊，爸爸哦，一定要想办法，本他生日希望对嘛阿爸，什么？好啦，做啲开灯。哦，这边掉。係。来哦。啊！你看规个房间哦，公公的呢。在忙呢。真系宠坏了啊！天桥都开完了啊！哎呀，唔怕，有阿爸捞来饭就好了呀。啊，你话对阿爸哈，会陪你生日啊？我看呀，也真对啊，一家好男人哈，甲他去了。哎呦，又梦中爱。哎，爱知啦，你啱講過啊，上擺啊刁老師啊哈，你阿妹講啊，慶祝一年啊，還送叫花給你啊，唔係咩？哎呦，莫講咧啦，就係本來咪破壞咧，唉，然後而家唔講就點捱嚟啊？哎，本年咪破壞，有樣辦啊？唔中意啊，最賺嚟啊！哎呀，你嚇死太了啊！身邊對現代人啊，冇話啊，冇面子的啊！哎，就驚錯過一個好男人啊！
该谢医生啊，该顺时哦。哎呀，爸，你讲乜干啦？哎呀，爸讲啊，你干嘛啦？这花有老鼠，那应该真叫老鼠啊！救命啊！别跳啊！我去老爷哈！啊，叫！啊！记得先下班啊！阿爸以后啊，无火车，让你买电梯啊，做老师啊！你讲乜干啦？爸！哎呀！阿爸做老师啊！郭老师，我帮你去跟徐主任解释一下好了。解释什么？是跟我的事。这件事情总要有个人去转圜一下吧，不然事情会越闹越僵的。林老师，我想我自己的事情我会解决的。如果要你出面的话，我想你也会觉得很为难吧。那我去。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自己会处理，不用替我担心。郭老师，校长有事，请你去他的办公室一趟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郭老师，有话好好说。我知道。林老师，维修钢琴的师傅已经来了，那你要不要去音乐教室看一下？好。刚才好巧，我们两个都异口同声哈。啊，对了，你的客语听力还不错，跟谁学的啊？听久自然就会啦。你应该还不太会说吧？我不是说过我要教你，你要不要学？好啊。那好，我就先教你。你怎么不接电话？对，电话。妈，看，又有漏出。漏出的事情你爱请爸爸啊？请到你。去外地报告要做唔得天数啊，人家唔敢做啊。妈，你等一下哦。你要帮忙做老鼠啊？如果他愿意等我放学的话。妈，你等来哦。什么呢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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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郭阿明，郭老师，哎，茶妹，你爸呢？阿明，你怎么了？阿明，这有面对到你，你小水，所以啊。哎，好了好了。一杯照出送你送。